好来，继续来看宜兰南方澳仔的镇安宫所奉祀的妈祖，是全台湾唯一用宝石宣蚵来打造的妈祖，香火真旺，结果将做查仔的目标了。这个庙内开基妈祖甲宝石宣蚵妈祖的身上超过2000万的圣物，风头提起。加在才经过12点钟，就抓到查仔，甲物件入转来。不过其中一粒超过10万块的红宣蚵已经破例了。双脚跪地，手捧纸袋啊！南方澳仔镇安宫总干事诚心拜请宣蚵妈，因为初五偷摕宝石宣蚵妈甲开基妈的2个贼仔，互人抢到，价值超过2000万的圣物嘛平安回来。啊，真害有影。一袋啊一袋检查圣物，不过所发现一粒价值超过10万块的红宣蚵已经坠去，互庙方辛辛苦苦的维护拢去了了。珊瑚它本身它是一个很娇气的一个东西，一个有机宝石，它不能用酒精。那我们都是用什么？用宝石油。就地就擦拭啊，每次擦拭要多久时间？多久的时间？差不多有五位的志工，差不多要五位要1个多小时。宝石宣蚵妈全台湾这些年，身躯各有2粒120克拉顶级深红色的宣蚵珠。庙方人员为着维护珠宝，嘛惊官稳别开，倒射电火袂当挖收金，7粒拢总用 LED 电火，而且敢会当照金芯，袂当照珠宝。很多展嘛，是每一展都不一定的一个地方，都不一定的角度。对，但是就是不能直接直射，不能。庙方嘛捉起贼仔，竟然对神明不敬，表示古早有海贼皇帝之称的蔡刊，即马伫淡水各有据点，看到南方澳仔镇安宫的开基马，还阁爱落船叩拜，即马这2个贼仔竟然这好打，好佳在人已经找到，宝石圣物嘛找到回来，有受损的嘛会想办法来修补处理，嘛希望早日害妈祖甲庙方一个安宁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